国比赛，就是服装会不一样。哎，你这个看人家那个调多拜的有没有？看到都会摔倒。好送了。今日唐亚评审欣赏的2分好，老师。老师。老师，没关系，你不用做效果，真的。 大擂台，鬧熱強下來啊！各位親愛好兄弟姊妹，大家好，我羅斯峰哈。大家好，我係個甜心。下禮拜遐那高壓淘汰賽嘅親密禮拜哦，係啊。哎呦，談到高壓出菜哦，緊張起來哦，哎呦，唔是驚，唔是驚。我哋就高壓到跳那麼低下2-3支嘅哦。啊，你高壓養分嘛哈。喂。 哎呀，來挑戰的朋友全部都懂厲害，按多年哦。哎呦，哎呀，等下好好再介紹下嚟哈。哦。比賽之前有請我哋評審先生，齊這裡先生，齊斯比先生，羅格里先生，老師。講對這之前，哎呀，按照金行，按呢獎金挑戰賽。來呀，好看嘅來呀。 哇，王家三姐弟哈！哎，这个团体不错哎，王家三姐弟耶。你们好，你们好。大姐，跟大家問好。好來。大家好。大家好。乜名？我係王義彤。你今年多歲？我今年9歲。9歲哈，大姐哈，啊你呢？大家好，我係王英琪。今年6歲。哦，6歲哈，哎呦差3歲哈。來，問，自我介紹。跟大家說，大家好。哎，他只會講國語，不會講客家話。是嗎？那你用國語跟大家自我介紹。啊？小蓋。啊，不用。通常哈這種大牌的啊，不需要開口講話。哦，真的。他有帶發言人來。哦。一次帶2個。哎呦。對，等一下我先起來一下。你會不會頭暈啊？有暈血。還有帶那個媽媽跟阿婆來。阿嬤。哎呀，哇。阿姨哦。阿姨也來了。是阿姨哦。
妈妈坐哪里？妈妈你好。哎呀。弟弟几岁？3岁。3岁弟弟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妈妈他们这样子训练了多久的时间呢？快1年。快1年哦。有请老师吗？就是接触就是客家歌曲快1年，因为他们一开始是姐姐是学校有乡土课要选，她是选客语，所以就这样子踏进来，就是说因为学唱歌比较快。你客家语呀？爱黑啊。黑客家语。你要带奶？新木。新木新木嗰邊全部客家語嘛，係啊。就是他從學校就是鄉土課的選客家話，就是才開始學，就是從歌曲開始學，就是從客家歌。對。然後唱一唱，覺得越唱越有興趣，這樣子。對。所以他們現在已經組成了一個團體嗎？叫王家3姐弟嗎？就是他們的那個，就一起玩啊，就是在玩才會覺得很好玩，這樣子。他們還有一個加分題。對，有什麼加分題？哎呀，你們要表演什麼加分題？要表演什麼？我吹陶笛，然後他們2個唱歌。哦，好，哎呦，很好看哦，來。表演完，现在换弟弟唱哈。吓死了，弟弟换你了。有，我有最后那一句，有，我頭都夾上，有。但是因為年紀很細啦，還小，所以他沒有辦法說有這個這麼大膽，他還是要跟着姐姐一起唱。我覺得他學期開始練的，學期還不到半年，才2、3個月而已啊。哎呀，那很厲害，很厲害，哎呀，到底表現得好不好呢？那談一下。這位老師，那時候等會說。我們要在學習中，還有玩樂中，才可以知道那個語言學習得快不快。因為要安尼反應吼，我之後你要當到泰語講福卡都冇辦法講，聲語都冇辦法講客家話，你要所以等會學習。雖然講，你看這，我覺得這畫面看起來就好好看。我們剛剛一直說他們是哆瑞咪，你知道，3個就是哆瑞咪。雖然講看起來一定係緊張誒，唔過我知道，福卡人本給3個小朋友，然後他自己自發性的想要去學客語，然後學客家歌，然後又帶着弟弟妹妹來。我講唔好看弟弟安尼，嗨。其實我看這陣有滿洲，他也沒表情啊。對，他就是這樣，他很酷，這是巨星的表現。巨星的養成就是這樣，他就是這樣。OK， 我收到了哈。不過雖然講今日表演有點緊張，不過做得起到倆台當班，我就知道我可以給他們很高的分數了。你看到那個陶笛，我們都不太會吹這個樂器，不好學，我有學過。對，其實不好學，因為他連指法、連那個氣都要很足。其實姐姐是有潛力的。你們今天表演很棒，我們剛來之後，你們要多笑一點啊！姐姐，我跟你說，你要自己笑，然後妹妹啊、弟弟才會跟着你笑。今日表演當好，希望做得隆重，給帶上去，好不好？謝謝。啊，你以後呢，按照來看分數，好嘛？王家3姐弟1朵分。哇！99分呢？對啊。好了，領獎金，好來。來，大紅包了。3000塊獎金。
个刚刚好。哎呀，1000。哦哎呀，一傻分1000。对。然后妈妈等一下看到表现好又给1000。3个人分。阿妈又给1000。阿妈给1000，你没呀？好，来拿去买好吃的东西，好吗？哎呀。好，去逛街。好吧，谢谢你们哦，你们3个真的今天表现得非常的棒啊！啊，有机会再来我们节目表演，好不好？好。好嘞，安尼按这看比赛了哈。比赛嘞。好，谢谢哈，谢谢你们，来看精彩比赛嘞。淘汰赛比赛规则：参赛者各创艺术各位，分数88分以上则得过关，分数没达到88分，强势淘汰。好，今场比赛之前，谈一下呢，哲伟老师来讲一下评分的规则，好吗？好，有请。好，拿分的关键出来讲，特色的音准啊、咬字啊，还有感情要投入，还有上集给团呢，你讲的你缺点有改进冇？加按强松，你还没用强松的心情来比赛，还唔会出错，稳稳的唱，好好的表现，加油！好这些好，安尼这个家家有请 TV 参赛朋友，总之一带来种音。可能。大家好，我是庄志毅。我在大擂台係我第一擺參加的唱歌的比賽，希望第二擺就對推來好聽的歌曲，同大家聽，加油！相知相爱相思，天嘅愛就像風中嘅花蕊，短暫又美麗，掉落隨風裏。感佩嘅緣分前，注定難相守一生。感佩年路斷了線，年多情影空遺憾。假使有來生，不驚你變心，只怕來生難再相遇。情多你，永愛在你書中留下印。假使有輪迴，不讓你變心，千山萬水也會情多你。我在你書中嘅印，永愛在來世相依。假使有來生。變心，只怕來生難再相遇。茫茫人海裡，奈為情多你，永愛在你書中留下印。假使有輪迴，不讓你變心，千山萬水也會情多你。我在你書中嘅印。假使有來生，不讓你變心。有那種鐵漢柔情的感覺啊！鐵漢柔情。哎呀，看着這一個鐵漢，心裡面是小女孩，這麼的溫柔，哎呀。就是這個跟這個，其實跟人一樣，長相也蠻溫柔的。好，人不可貌相，是不是？不過你有正經的工作了，對不對？有正經的工作，我在警察單位服務。哦，哎呀，打002，目前那一隻單位呢？你花蓮縣治安鄉，
总局啊，花莲总局，花莲总局，公关科。他是客家人吗？是客家人。哦，只是平常比较少说客家话。公关科哦，公关科，所以你刚男公关。警察先生呢，他也有这种这个幽默的一面。他非常幽默。我记得在海选的时候呢，我访问到他，他相当的幽默。我问什么，他可以举一反很多。反很多。其实这跟工作真的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要面对很多的媒体、民意代表，然后我们是单位的化妆师，所以我们经常要把这个一个负面的一些形象稍微美化一点。虽然我们都没有负面的形象，所以其实我在花莲县警察局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对，没有作用。太好，难怪现在花莲的治安越来越差了。哎呀，有没有？没有，你误会我们了。我们所以这位警察在你们花莲相当有名。真的，按的刚好徐世伟老师，对。OK， 好，我们的第一法脸，通用法脸嘛哈。OK， 金碧其实很中国啊，我觉得应该讲，刚开始的时候你真给懂给懂。好，阿姆哥呢？我觉得你是在用你的眼神在掩饰你的紧张，这一招还不错啦，哈，这个招数还不错。不过呢，基本上金碧中国讲起来，我感觉是一稳啦。假使有来生，不惊伊变心，只怕来生难再相遇。所以我这张门票目前是你拿到了，所以 OK 的。我的门票而已哦，别的我不知道。OK， 所以有过一关了哈，其他还有3关还不知道。按你出来看一下，看有会过关吗？先来看前6科分数比较重要。我是想说3个男老师也很帅。然后呢？他们没有这种嗜好啦，来不及说了，补充说明一下。要不然我请那个今天穿那个最花的那个衬衫的老师。有叫我讲评是吧？对。其实钟先生也今天创了出了蛮不错的哈。整个你的嗓音是比较细致的，你也蛮知道自己声音到那个是什么程度。不过声音对不对？在第2段高音的时候呢，少一点这个丹田力量没有控制好，有点少下一点点。不过我给你分数还算是蛮高的，因为后来看当敌人会竞赛的哈，你那种时间这样唱的那么好，说是不简单。因为如果呢，我们在花莲有人被你拦下来，然后你突然唱歌给他听的话，感觉也不错。那个花莲治安会越来越好才对。后来了，看一下分数好不好？总志业分数。恭喜！现在过关了，对不对？那之后，那礼拜6、礼拜天来录影，那花莲的治安，他是公关组的，又不关他的事。哎呀，谢谢，继续加油！好，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聊，好不好？好的，好，谢谢，好，回座休息。好嘞，撒下来。咱引流带来客家真情。来，看啊。那今日喺天意岛来闹热大擂台比赛。双飞来海鲜歌后，我张提供咧打歌数动作，有动会唱歌的。那今日拿出我5、6年前的压箱宝来打比赛，我希望我哋摆位动加油，做只歌手。
姐好。哎呀，阿良基你好，你好。看到伊就看那种像啊欧巴用的呀。欧巴。嘿，上海他们像啊欧巴。姑姑啊。你是个欧巴桑啊你啊？无啦，无桑。我做阿婆的，当然袂讲。是阿婆呀。红头天啊。哦，生意多一台。30歲咧。30歲啊，30歲啊。你海鮮的時節啦，嗬。啊，咪用人看奇怪，伊很像我的親戚咯。係啊。哦，像呀。商家。哎呦，歐巴。衝呀鼓住他。你衝呀鼓。哦，跟人家廚房調的嘛個東西。你介紹做呀，花蓮買因為我老公係旅遊業，啊，然後你喺花蓮的傳統的名產，啊，你喺後生人都唔記得咧。仲係記得 CD 餅、唱片餅、毛豬、奶油酥條。哦 ，CD 餅、唱片餅。奶油酥條是啊。係，攏安尼東西咧。哦呀，傳統嘅東西，提拉米蘇攏安尼傳統嘅都唔記得。唔會啊，跟我看嗰花蓮嘅乜嘅麻糍店啊，你應開哦幾百年咧。都唔好意思啦，仲係看講嚟做這位啊。哦，啊！你後上海種嘅奶油薯條排隊每一排2包，那樣排。啊，毛豬唱片餅、CD 餅那裡。所以人家特別的推薦傳統嘅東西，含你清真清貨。錯。像你啊，花蓮薯就是我們那個新城那邊的地瓜做的，很好吃。哦，哎呀，看起來是東後色的。對。哦，不好意思哈。你不是吃一半要餵小康老師？我想吃我的口水，你會變帥哦。我吃你的口水，我下半場我都不用錄了。會送醫院的。有可能。啊，這什麼口味？是有吐哦。懂吐哦。懂吐哦。一沖旁鬼啥用嘅？哎呀，傳統嘅東西真係最有感嘅。安尼懷念的味道。好，你溫聞下另外一個。我煮湯。冇啦，等下。我懷孕。好說。等下，哪有一個 no man 了。等下本他家說啦，好冇？安尼所有嘅現場朋友他家。有來帶喇叭啦，嗬。有人帶到來。我做交本工作人員，我咩唔。安尼啊，動搖心呢？好啦，唐公把一胎上來。哎呦，來了，唐乃美先生來講評啊。偶像。好，我賴小姐。好。東方戲看到咱嘅講法，嗰種開朗哈，開朗哈。啊，正經堂開咗講法上提講，啊，唔正經咧行人。行人啊。因為家堂唱歌嘅時節，唱歌嘅口氣。好多人講開口，當唱好多歌嘅嗰種唱法，所以我想問一件事，你係咪平常時當接唱好多歌嘅？當接唱嗬，當到好多歌，當數當位唱嗬。所以係咪因為安尼嘅關係，所以唔再唱客家歌嘅，唱今日一條客家真正係屬歌嘅呢嗬。其實唔真老師發言中間咧有還有一些做改進嘅空間咯嗬，譬如講部分出拳嘅出嗬，唔拖咗。足，好啊！就在此上見的安尊呀，唔就唱成就在。但是廣東人從個顏色嚟講，個人嘅技巧嚟講，當好、當真或當欣賞。但是呢，畢竟也係客家歌嚇，我建議如果人在唱客家歌嘅時節，其實好多歌嘅一種。口氣其實係無共樣嘅，假使講一小缺點，唔做得改過來化嗬，那麼成績會見來見好啊，當看好咯，嗬一小缺點，專業是相關的按樣改進，好，加油啊！先看一下分數，好，來看一下，來引兩分數。人生是海路，又高也又大。我們都是歌唱比賽出來的。那演唱會沒有人像他這樣的，那麼短期之間，短短的半年之間辦了這麼多場，大概有358場。71歲還能唱歌，那表示人家說會衝國會屌哎呀，表示身體基因比較好，比較健康。你就是屬於那種唱歌唱得還不錯的。在唐山呀中。先看一下分數，好，來看一下，來引兩個分數。謝謝。
过一份，哎呀，通过啦，冇问题。通过啦。法典再过来。有放弃冇？欢喜，有放弃哦。欢喜。好了好了，恭喜恭喜哈，多管哈，哎呀，好，下礼拜见哈，好来回座休息，坐下来。王秀妍带来《爱吃盐风来》。好的，来啦。因为我头摆是一出建议歌，跟好乐歌是有接近程度，但是客歌从来冇学过，吼。我因为遐个节目，也因为讲为了我自家个面子吼，故所以我千失望哦，吼，我千失望地学哦，吼，啊希望大家同埋验证我的成果。对，拥抱一下，拥抱一下。为什么要拥抱呀？共享美女。啊呀，共享人。啊呀哈！哇，有妈妈的味道哈！对。对呀。有麦克风。我孙子都已经考大学了。真的。那个秀英阿姨哈，我觉得她很有爱心。像她今年伊都谁可以讲嘛？71岁条件有下出来，有71岁，还自告奋勇哎，发出那个善心到那个没有，我有参加那个当义工新竹18尖山的那个乐友会，乐友会是什么？就是会到。照顾老人家，有一个 team 吗？就是都是那个玩乐器的老师，乐器的老师，都当年龄都是都差不多都应该是退休年龄了，嘿啦，都就是反正我也是跟班啊，就跟着人家跑啊，真的，他们去哪里，他们去当义工，我就跟着去，因为我爱唱歌啊，对，所以你还是主唱，对呀。在那种环境哈，那种环境，我感觉讲，自己很年轻，感觉得要加油啊！因为看到这样呢，身体够唔好用哦。
要不然心疼，对啊，活在当下。对，哎呀，所以非常有爱心呐，哎呀，就天天家对吧？一个反正俺就讲俺当跟班没，我又不是 leader。哎，这个好，这个是一个宝。那我现在请那个东东老师来讲评，好不好？好，来公平一下，公平。好，幸运记其实今面创的你的音质本来的音质蛮不错的，音质当好哈。不过今面创的就在音梦嘅 V 啊哈，叫做 V 手哈，替编的时间溜的抢拍，听一篇大大的还吊牌了哈。一部分要注意哈，就是小扣分一点。不过，我给你的评分，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同评分，因为我像 C 四按胎哦，71岁还能唱歌，那表示人家说会冲国会屌表示身体基因比较好，比较健康。你就是属于那种唱歌唱得还不错的。嗰就台北有必須時間，唱卡速落地位，就做得嘞。好，音質比較好哦，各位後尾音有時唔可以同人嘅丹田體撐住一下子，尾音唔好硬準啊。好，就會靠後堂。你丹田好，對身體也是更好，好不好？加油，安子 C。可能學到了台語歌的那個抖音呢，才會這樣子。那你應該是聽到他的版哦。你嘅唔係抖音，你語氣準嚟嘅嘛，嗬。唔係抖音，個抖音咩？冇乜用嘅。嗰時丹田冇用到力，但用感謝力把它撐住，人家嘅抖音會更行家講，但是我抖音的時間不行家講，老師，71歲了啦。對，我就有時候比較冷的時候會比較抖一點。他今天會比較冷。好，來，看一下分數，好唔好？來。王秀穎的分數。謝謝。多管。哎呀。再見啊！再見。他覺得沒有要專訪，他這個就是有見過大風大浪世面的人。他講過了，他剛講了。你天上都唔怕啊，海仲還有機會講。哎呀，冇問題，下一禮拜再有撩啦，哈！哎呀，好啦，殺下來。李亞文，今日要從綜藝類講嘅法。看啦。綜藝班呢，係先平常時間講嘅，先各位先唔錯的。今日呢，就加油！心肝肚有一口甜，也准彼唔知一多年龄。闺蜜手松手下，左手红连连，暗用公益情衷，吞献给自言。我嘅心肝肚有一口甜，也准彼唔知一多年龄。闺蜜手松手下，不老给砸钱。有老婆养从天天天内用，一滴滴嘞，一滴滴嘞，流記中進來，一滴滴嘞，流記中進來，一滴滴嘞，一滴滴嘞，流記中進來，一滴滴嘞，流記中進來。
啊，哎呀，妈！现在我们小康老师他们后面不会有呀，不会啊，不会了，不会有噔，不会。对啊，所以我还是他说那个是很怂的东西。哦，那完了，那我刚刚那个是怎样？我还想说我最新练的舞蹈哎，过去了是不是？那个过去，那个 All Style 好吗？哎呀，不该唱这首歌的。董后堂啊，一条会按客家动推背一条歌曲呢。你好。可是刚才很紧张哈。啊，你还是很紧张吗？还是很紧张。真的？为什么紧张？今年几岁？15。15，是国3。对。国3了哈。对。那很快又要高中了。接个18岁的帮你讲评。好了，18，蔓延18岁。谎报。当然是你的。那文哈，刚刚跟共发的时间在谈吐当中，我觉得就有看到龙轩轩的味道。不过我觉得，我之后文黑龙、加龙、罗大哥还有海军姐姐共发那种态度跟那个轻松度来冲那首歌曲，我很难好。当然我吃到人饮食正言当后，那首歌很瘦嘛，冇受伤嘛，因为你有辣词。好，然后因为那个辣词之后呢，你就开始紧张哎。在这个加上可能呢，小康老师这个编曲很新，我觉得很好，把这个歌带到不同的味道去了。故事讲容易练习的时间冇强样，知道冇？我喺龙洞度参水大建议，因为你啊我推啊动厉害，你这个彩排的时间有几乎一发，这家也系唱木卡人容易溜起来。嗓音溜起来，张周在反复的听，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跟我们一开始在学这个歌，或你听到的歌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更可以考验到你在舞台当中必须的实力。当然啦，人家音色当中还有，你透那首歌曲可能后背前面有一点差错，后背越来越紧张的时间就有点乱了套了，然后什么感情也没了，节奏也没了，然后整个的那个层次感也没了。头前正言当好，当然我觉得你的音色补足了你那些不足。我今比对我来讲，我有保你一下，我唔比其他老师会保你嘛。喺讲不管有机会嘛，我都希望你按好音色，按好诶这么好的感觉，常常上电视来，好不好？好，加油！我希望再有看到。就拿到一个粉钻。哎，你拿我的粉数。要补充一下，周毛同学啊，其实哈，真连家这位老师有讲过诶，因为亚洲比赛，既然来比赛，我加看牙资料哈，其实你就是个国中3年级的学生，已经课业压力非常大了。不过你现在走在舞台上，准备要是比赛，所以我会希望你再准备的更充足一点。好，这是我们对你的期待。好，我希望够较好，因为人家颜色真严动奖。好，安子 C。谢谢。好，安子 C，啊，我觉得每个老师都对你的期待非常的高。也希望我们后上赢几飞啦。对，哦，下次加油。恭喜你。谢谢。下次见。好，为做休息。好了，杀下来。陈东亮带来丰田不负苦心人。经过上次的海选之后呢，评审老师给我很多很好的建议，所以在这次回去练习的时候，我请了我很好的朋友，会唱客家歌的朋友来帮我一起做练习，希望呢可以得到评审老师的青睐，同时也可以让自己更进步，加油！一波來安排，人生是海路，有我也有大，一時攏人難忍耐，有心不怕風風雨有台，有心不驚天寒地條山。將來美到名山，千辛萬苦也愛行，一份努力，一份殊勝，豐田不負苦心人，有心不怕風風雨有台，有心
清洁好。我们以前是不是战友啊？战友有没有一起比赛过？对不对？在友台。哦，在友台，对。是哦，那个8大那个哈，21世纪歌唱名人排行榜，亚洲新人哦，亚洲新人歌唱排行榜，很久了，很久了，对对。说真的，你们其实同期的，那看他现在站在这里还出唱片还主持，你会不会羡慕他？会啊，所以我要更努力，更加努力，对不对？对。其实像这种看到这种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动力。对，没错。因为说我们都是歌唱比赛出来的嘛。对。我也是啊，我可能就运气比较好一点。非常好。哎呀，你可能非常好。我太羡慕了。提供我囝。对，我真是太羡慕了。老天爷，谢谢。那演唱会没有人像他这样子，那么短期之间，短短的半年之间办了这么多场，大概有358场。羞喊啦！6月18哦，6月18，真的，平常大家看我真的在舞台上好像这不太正经，我再次跟大家讲一下，我在舞台上真的还蛮有魅力的。世慧老师，请讲评。来，听我们讲我们的栋梁今天唱的怎么样 ？OK， 其实栋梁，因为看得出来你是身经百战的人，哈，所以说其实基本上你今天从头到尾跟表现就是表现。其实我觉得都还蛮稳当的，就是说，但是因为你不是客家人，所以在咬字上面当然你就吃亏非常多。好，这个部分你可能要注意，比如说会弄啊 ，is long nan oin nai oi， 还你可能会发错音，然后其他的部分都还好。可是有一个我想要给你一些建议的，就是说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总觉得你在抓拍的时候的落点上面太前面了，我希望落点在后面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下的1。可是你会提前出来，那会让我感觉到，如果说你是想要用一种自然表现法，让它落点在前面一点，那个还好。可是我听起来的感觉是，你就是跟拍子差那么一点点，可能差那0.01，对。可是那个落点就是我要点下去的动作的点上面，你可能提前就进去了。这个部分我总觉得好像还差那么一些些。第二个就是，因为你太常比赛，然后太常表演了，所以有一些表情的自然度，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还不是跟你就是接触的非常的多，所以我不知道这是自然呈现呢，还是因为舞台站太久了，所以反而多了那么一点点的舞台气。舞台气。比较讲就叫做匠气，将士的气势，所以我希望能够在自然一点，对我希望能够再表现出你自己本身的个性。其实我比较希望看到的反而是你发自内心的表情，而不是被歌曲牵动。应该说是你应该是自然的被歌曲牵动，而不是去想着我以前在唱歌的时候的表情我应该是什么。因为同一个词，它可能可以有不一样的手势，可能你把它固定下来，可能比如说我想要这样，可是你遇到歌词，你很自然就这样，可是它也可以这样啊，意思是这样。了解。哈，懂我意思吗 ？OK， 那大概是这样的意思。OK， 谢谢。我们东老师要补充一下，他最有舞台气。所以舞台，好了，从他穿的衣服开始。我觉得，如果说舞台气的话，是应该说，你用每一首歌你都用同样的角度去演那一首歌，我觉得演到最后就变个制式的。可是每一首歌有不一样的生命，还有你自己的认知，那就是自然流露一个真诚的音乐在里面。所以你可能要思考这个问题。当然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演很好，可是如果每个都这样演过头了，就好像没有音乐的灵魂在里面了。所以你要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你上面表现真的很好，每个动，可是如果每一首都这样演的话，就好像是过多了一些，你要考虑这个问题哈，加油加油！这样子，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分数了，好吗？好。哎呀，看有办法过关嘛，来。来，请栋梁的分数。讲到这样很恐怖，好像不会过一样。哎呀，分数还是很高啊！对啊，没有老师就是对那种精英中的精英的期待是非常的高的，所以没关系，舞台气还是留着好了。对，修正一下，不要太过。稍微啦，我们是大架给板体呀，对不对？
好，加油！谢谢，恭喜恭喜！好了，回座休息。撒下来。刘友庆带来无言吧。哦，一条没好听，没模糊窗哦，来。那个是我比赛，就是服装会不一样。哎，你这会看人家那个调多拜的有没有？看到就会摔倒。三姑娘好大风早上5点做到9点多。正常咧，那就感冒，然後要一時咧印象。不過冇問題，我練好咧，因為我哋帶來東河灘嘅無煙法，希望大家會喜歡，加油！點點糖風中春來輕鬆，繁華嘅世界本係場夢，是一個難再留，雖然心還在痛，人生本來就係無雙。何必了信仰無窮，又何必言談一生與夢？發無言在心中，無戀無情無愛，徒留芳雨淚般漂流。你出来，就拜托。记啊念了哦。他给，哎，也个做嘛个咯，大家就做嘛，你平服哦。哎呦，哎呦，一样哎，这里种，很熟悉哈。对啊，哈。挑战。哎，我偷的。等一下，挑战113公里。哎，这小 case 113公里，真的哈？澎湖骑到澎湖去哦？没有啦，船坐到澎湖啦。对啊，然后在澎湖。是坐飞机过去的。啊，坐飞机。你坐飞机过来。你也有去吗？哎，不是吗？不是，你忘记了？这是我的嘞。真的吗？怎么看起来好像是我的？反应啊！我要回去我的柜子看一看。因为113公里，对，小 case。 300K 有没有？哎呦，300公里，这个是最厉害的吗？骑最远的，骑最远的，对，中途都不能休息。这个是挑战赛有休息，就是下来吃一些补给品这样子。是啊，对，那个是我比赛在台东，比那个对，
勇闯东海岸的时候，那种骑车的。是英姿啊，这个是三铁啊，哦就是服装会不一样。哎，你这会看人家那个桥多拜的有没有？看到都会摔倒。这张我还蛮喜欢，因为朋友帮我刚好拍到有一点视野，刚好抓到这个哈。对对对，平常视野不大好，对。哦，你最主要是那个视野，我是看那个手的线条，有没有？对对，要露出来给你看吗？对，你今天穿长袖不方便哈。就很漂亮，哎呀。要不然这地方好了。对啊对啊，哦，你看。真的哎，肌肉哎，有肌肉。真的，一看就是有运动的人。啊，那腿也是有肌肉。对，你看哦，一看就知道，对不对哈？所以奉劝各位哈，骑脚踏车也不要骑太多，骑太多脚就会变这么样。这女生呐，没关系啊，所以很健康的腿啊。对对对对。来，谈一下罗国立老师哈，来。好，今年你的铁人三项的成绩按后，相信你的肺活量一定懂后。肺活量好你用在中国实在是一件非常完美的事情，尤其呢，你那个嗓音气音的比例较大，但是我发现讲今一点小小的问题就是讲，你今一个运气其实并无按顺，係因为紧张的关系，我相信哈，应该係哈，你平常都有卡练习，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吧？是不是？对，是不是有点感冒？对，就是前一阵子那个流行感冒。哦，没有。我要讲的不是，紧张啊。我要讲的唔係那个音质，我要讲的係你的气。因为你在唱歌的时候，你的气啊，今天出来的时候，你的气型的其实有一点飘。但是基本上你的声音跟你的唱跟 pitch 那些都很好，但是很明显听到你的气很不顺。那我相信以你一个运动按后运动健将的话，你的气应该是很足够的，你应该是很懂得控制自己气的一个人，可能是因为紧张，还讲你比较少去想一件事情，怎么样在唱歌的时候让自己的气很平均的出来，因为那样子的话，你唱出来的每一个字听起来就会很舒服。因为前面讲过，你唱歌的气音的比例比较高，气音高的这种声音的唱抒情歌曲其实是非常好听的，至少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啦。所以我不建议就是讲你要多多的去练习自己的气。那你的声音我很喜欢，我给你的分数呢也是今天偏高的部分。我也希望你可以再一步一步的走得更好。你跟前面那位栋梁，你们两个刚好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栋梁是在舞台上的匠气十足那一种，一看就知道身经百战那一种。你就是一个很标准的素人歌手，一听就知道你只是纯粹的声音很好的一个歌手，但是呢，你的舞台经验并不那么的丰富。反而这一类型的参赛者，往往会胜出的会是黑马哦，你知道吗？所以我由衷的鼓励你，加油加油哈！谢谢谢谢。好了，看一下粉丝的刘佑锦的粉数。恭喜！哎呀，加油！下次一起破风哈！哎呀，不要痛风就好啊！来，杀下来。郑一正带来心中的一枝花。今天我唱的歌係心中的一枝花，大家心中有花，做我講出來哦，莫搶邊個心肝度哈，希望我今比每個順利過關。馬莎，愛電台嘅人係馬莎，用幫愛嘅心有為來心來意嘛。馬莎，你最愛嘅人係馬莎，係唔係愛，係苦係甜，從伊嘅眼中愛看到味道，心裏有變化，感謝你愛嘅係披薩，愛嘅面下能手。
认真的女人是最美的。对，叶正杰好，你好。大家去看你这个学园区等待的时候，哎呀，很多学生可能就坐着，你像哈，我们的花莲来的马吉阿姨哈，她唱完了啦，有信心啊，她唱完了啦。对啊，她就你看。他还不知道你讲他。哦，你看我们警察大人还在做公关，你看还在现在抓了几个，然后怎么样？要释放吗？对吧？他刚刚哦，从头到尾他就一直在那边，就一直练唱。没有，他念经。念经啊，对，不勾管这样，对不对？真的对不对？因为那个嘴型就是我以前歌唱比赛的时候会这样，拜托勾管。你磨视力，你要拜托，我磨好那个勾管。哎呀，这懂认真啊，很认真。哎呀，好了，当下我们就来看一下徐哲伟老师，当下有什么评论？好，你整这个我想罗太国还有海军都讲了，他都讲到很多那个关键字哈。这个他们说一下多两行啊，看到你整这，他就是气质美声派的代表。哦，你看给 Kiki 这档好，给唱了首歌曲。第一支哦，我当時看到參賽者按緊張啊來比賽，按手上天是第一支瑪莎嗰種功法，還有那種要告訴你真的疑問句說瑪莎，好像那種黑瑪莎那種感覺，我就第一句就被他勾上。我就當着小女生。哦，對，那個感覺真的很好，就點出了這首歌當中一位心中的一支花。瑪莎。唔過，近邊人唔伫迄電梯橋，也係跳人，當中有幾支嘅吼，唱嘅時間嗓爛，好，那個有點破音了，就是可能那個嗓子哈有一點點乾了。不過我想沒有影響到你幾首歌曲對我來講聽的那個感覺。當然我建議嘅當然係呢首歌曲。冇蠻好唱，因為它必須要有口氣，然後它的那個旋律你要顧到。古所講要記擺溫氣，還有每一嘅部分哈都跌貼的。最尾一集，特別係最尾一集，它當樂器都沒有的時候，那個聲音是你的聲音是很重要的。你這麼棒的美聲，如果你的音在掉的話，那首歌曲歸宿就會海了了。唔過，我知道你喺淘汰賽嘛，哈，我沒當看吼，因為你說你給底背度聲音比較特別的，因為整首歌你都用假音來唱，我覺得還蠻特別，都是美聲，就是你的聲音也跟別人不一樣。我覺得每一個參賽者都有自己的特色。number 你有夠管，我今日分數本應該偏高吼，我想講後背還有機會到唐人唱歌，我希望你在挑戰不一樣的歌曲，我覺得你的聲線可以把別的歌帶到不同的氣質裡面去，加油！加油！有緊張，有一直抖。他很容易緊張啊，對，歌唱比賽嘛。好，來看分數。更緊張的來了哈，整個分數。还好所伟老师把你救起来哦。谢谢老师，谢谢。继续加油哈。pitch曲的部分要小心了哈，要不然真的会像哲伟老师讲的贵州海了了哈。啊，加油！谢谢。安之 C 哈，来做休息。好，7V 挑戰朋友。衝起嚟。啊，然後呢？全部過關了，哇！一禮拜啊，你挑戰者全部很厲害，哦，做為高數，係後背挑戰很動多哦，哎呀，哦，很喺高壓嘅哦，哈。好，繼續加油啊哈！好啦，啊，當然也比睇了看傳統組嘅比賽哈，來多謝安尼辛苦嘅評委先生，謝謝。老師，看傳統組嘅比賽。也係傳統組嘅高壓淘汰賽啊！誒，大家要準備好嘅冇？哎呀，親密禮拜誒，親密禮拜。哎呦，咁希望大家攏今邊攏可以通過關。係啊，啊，嚟介紹下你今邊評審先生。李秋霞先生、梁鳳濤先生、鍾元優先生、羅燕先生、
先有请到李秋霞先生来讲一下金币的规则。注意啦，你冇本人讲投胎，你就注意，今日嘅表现就会呈现得非常好嘅成绩出来。咁要乜嘢呈现好嘅，就記得我唔記得歌詞。準備做下講條，係司機八節注意，注意咬絲彎曲，歌詞咁樣把嘢就把個感情詮釋出嚟，你係非常有分數哦。還有你嘅表情那方面，我希望各位今日加油！好嘞，有請 TV 參賽朋友。羅水蓮帶來3個字。特別睇談到大家唱嘅兩條歌詞，全部唱平板。不過我今日來唱3個字，希望大家期待我唱嘅方式，希望大家。要帶東西到學西嘅。哎呦，到底你係乜嘅東西啊？早上5點，哎呦，就起床為了，這個是昨天晚上做到9點多，因為這很新鮮，為了來這邊，我做的最新鮮的，早上先做好冷凍，早上5點開爐，開爐要半個鐘頭嘛，烤要半個鐘頭嘛，真的，對呀，烤鴨要半個鐘頭，要烤鴨哦，要烤鴨，是打開有鴨肉嗎？這是我們客家客家人的古早味番薯餅，聽過嘅運動嘢鋼餅，嘿，按來煮好嘅，聽過運動嘢鋼餅，來煮好你真係低電路嚟，你真係排泄。按做起來要做，唔好啲係啊，唔好啲嗰去做呀嘅食材。你這個做寬一點，可以當手環呢，變成一個配件。對對對。哦。我吃啊，誰敢吃？怎麼這樣？我手洗很乾淨。阿鳳姑啊，哈，最聰明，好吃的地方就是那個地方。對啊，對啊。最好吃的地方就是牛角酥。金牛角啊，哈，我總覺得我唔好食，我就是個角。所以這個角是最酥脆的。哦，所以說是角最好誒，是角最好，唔好食中間呢。沒有，沒有。咁唔好做中間呢。中間夾哪嘛是？沒有。中間留起來哈。小腔聲。哦。哦，是的，你看那個表情呢？哦，我要表情。對。時尚的表情。哎。還是腳比較好吃。你應該講說再來一杯咖啡。哦。這好吃啊！後生，我同佢搶啊！東西要出嚟咧，嗰個要出嚟咧。按下公平嗎？還要彈一下啦，係啊。彈一下。秋霞老師。水蓮哈，你的必須常客，
今日呢，讲到说法入面创意吼，唔过吼，有听一句，狗齿配熟心莫讲，狗齿了别冇关系。你多听一句嘅时阵，你干嘛讲那四句八节？你要听三句，听一句嘅第三节，你是多个关系咧？狗齿就配了熟个，你狗齿了别多个关系？所以，归属来讲，做嘢嘛个缺点，所以加温馨嘅蔬菜，吼，注意吼，系迄个加是木咸料嘅蔬菜转润，一只加强，吼，哈肥吼，你番薯先啦，本来就切对蛋，你15分啦。做唔得，安尼以后啊，你做沉水片又全部都带动时就会了。开玩笑啦，安尼凭实力点啊？加油！好，谢谢。好，安尼就看本书哦，好嘞。接下来看罗水莲的分数。Yes， 恭喜，没问题。 Yes， 好，谢谢，好，下次再来。好，老师讲的那些我都会注意一下哈。好，谢谢。下次金牛角做疏一点。好，再考疏一点哈。有含在一起捧场啦哈。这个举重好说，就传统，赞。有啦，还有得要冲的啦。好啊，还你买呢？彭玉琴带来平板。来。真的唐亚平生欣赏的光2分好，老师。老师。老师，没关系，你不用做效果，真的你。张燕呐，这种哦，台北流行组啊，流行组太港还有啥是大叔用啊，来到传统组变小鲜肉。上供啊，好忙又人烟哈，希望平心线上帮爱开先的些过关，你下继续参加比赛的机会，希望今日做得拿到下好的成绩，顺利过关。
啊，有带麦啊？也使。啊，无带电路来。哦，唔带真诚的心。使嘛，那个暗使啊，总得安尼啦。啊，天唔呢呢？啊，天唔呢？啊，困境同样难。冇带东西来做嘛。好晒骨，好晒骨。开玩笑，开玩笑。哎，练从3个练久的啊？差唔多。我1年嘞，我1年啊，我1年哦，哎呦啊，1年厉害啊！哎呀，1年前没接触过啊，没接触过啊，有唐寅冲过，没有自己，自家我去冲啦。我咪练了10多年还唔有，哎，你冇冲啊，你冲，你没会冲啊？真的吗？对啊，一个会冲，一个会冲，你最会冲落山歌。落山歌啊，哎呦，唐公清强的嘛。哎，你就低啊！哎呀，落山歌啊，清强啊，哎呀。你今日有冇拖落山歌？哎，双拜冲唔好啊，冲唔好。就像老师说没有到位。没有到位，双拜有了海鲜的时间呀。系啊，所以唔敢唱啊。还同讲，一摆有歌的话哦，喊一摆都准备啊咧，挑战去讲后台。还练冇1年的嘛吼？练差不多1年，差不多，然后来动听哦。哎呀，看一下，安尼先来谈一下评审欣赏的公平，好不好？老师，老师醉了。老师，没关系，你不用做效果，真的你不用做效果，效果是我们2个人。因为睇下要因那个月光表嗰度嚟選嘛，跟住就效果，佢而家條顯得挺單調咧嚇，所以跳跳嘅那越大嚇，OK，嗰效果真是十足咯。我首先我講嚇，佢敲送錢嘅為數嘅錢嚇，一轉到前唔順啦嚇，嚇。好送了情哦，轉也冇轉到好，你天上為數拉長嘅為數就冇講拉到當足啦嚇。好送了情啊！第3期嘅出門南風千言書嘅。一開始㗎，你染到重要聽着嚇。就講春門了難要上去，結果是你從起來就跌下來，哦，春門了那個要了，你了，個就跌下來已經，因為嗰跌下來已經因為接後背，嗰記嚟講就叫做是木糖。長山哥，係咪左右行個加油？哦，今日係要希望講，男人嚟行個女家，哦，你好好行個練。好，謝謝老師，謝謝。好，謝謝。好，來看一下分數，好嘛？係，來，好。朋友請的分數。好。謝謝。講多啊，年係我都唔可以歌啊，哎呀，從頭到尾批評都帶啊，結果歌啦。哎呦，吃的哦，俺那評審欣賞啊，阿你動態呢？阿你動態啊？連安尼節目效果也要跟着下去做。哎，關於梁老師，你耳機講來看啊，看做講法冇？阿兄，奇怪，他一講不用拿那耳機來講，好可愛呀！羅茵茵老師哈，來唱高一下，來戴上耳機。哎。好了，好你係潘太姐吼，你嘅我渠道吼，你基本你從你嘅歌詞講實在，不管有押韻啊冇押韻啊吼，其實你嘅歌詞唔係清好嘅歌詞吼，因為講你係散歌最基本係大家喜歡唱吼愛聽，就係因為你戲劇化，像是做啲講一件事情，做啲講一隻故事吼，咁講依家你嘅歌詞係冇連結吼，所以聽嘅人除到冇乜嘅故事好聽，吼，除非
觉得就会驱动嘅故事下无聊下单调安样去吼，你就下大爽嘅味素。不过我还系本意一个份嘅染晕，就是因为我驱动嘅基本嘅条件。以后就是应该上任入来台上，好，韩国讲下课堂就是应该上运动了量，好，所以应该本质动好，好，唔过呢，你缺少嘅就是你唱歌嘅细致度。吼，你讲三个爱从台上，吼，唔讲你从到台上出去，如果讲咗咧软咪成奶。好，你就係缺少你係軟面嘅表達，係講做得落去表達到很下好吼，很故事性下好掉來，從佢兩個相信，以你的聲音條件去聽做得很下好嘅分數，所以我希望有你係機會做得在你係農業大擂台吸收動作性上嘅你係意見，好，所以我希望做得留下來啦，所以我幫你下個嘅分數，好，是夢妮。謝謝本質當好，哎呀，做嘅歌詞點啲線都較唔好，哎呀，技巧方面都較練到嘅，沒有經驗啦。係啦係啦，加油啦！哎呀，更加加油掉嘅。好，加油，恭喜啊！恭喜，好了，回座休息哈。好了，殺下來。徐州台帶來3個字。好了。學生唱歌唱嘅20年，我請問你來到農業大擂台，望身邊先生，我係順利過關。海俊，看到一名的哈，這一聽你講佢夾白夾味哈，希望講佢以後愛有隻講到嘅路台。講青島。講青島，就台阿姨哦，我算命呢，有靈異的體質呢。哎呦，真的啊！唔有算命講，乜嘅夫神有感應講我有咧露台嘛？唔免啦，嚇唔咩啊？你講一下，你講一下。以前很細哈有印象。有啲露台的露賣歌神啦，按算命嘅先生嘅行個寫，伊啲先生阮係有露台露賣歌神嘛，講露賣係有印象，露台我係冇乜有印象。伊講伊啲露台體驗眼神同眼睇係啦，係啊，哎呦，真係啊！見係有踢毛。也係有。唔限寫時間咩？係啊。冇佢同講了。無屯突發醫做神仙啊嘛個，突發醫夾露台啦，冇嘛，阿哥嘅喏，按鬼冇媽媽，我媽媽唔情歌身上定係有妹講係，伊講係啲露台嘅，能出世啊都唔會叫安尼啦。特別講姜嘅歌啊，做馬油香，姜唔歌，西太病，西太病，係啊。是這樣呢，媽媽偉大，媽媽真的很偉大。對，來給你唱一條歌來彈一下呢，江老師。好。
欢迎江老师。好，请小吉吼，你唱山歌的时节，感觉你非常的放松，心情的放松哈，当轻松的心情，所以你按小面按唱山歌，将咱来山歌唱到按非常的自然，就像按你的身头按到左邻右舍谈到个阿姊啊唱山歌安尼亲切感哈，所以这个部分呢，系你的表现当好的为数，因为山歌做得唱到按用因。持有嘅心情，含个表态，你歌词的内容当自然，当然係一種好處。但是呢，有只为數哈是講，因為你在上任來講，可能唔係你當好嘅條件，你上任當自然發出來，但是呢，對你上任嘅運用哈，用上用強，安尼技巧兩方面，可能唔係當真有經驗嘛，所以呢，像我啟動今日在聲音這個部分呢，可能冇非常好嘅表現啦，哈，希望你。好，看本書，看本書。起就睇一本書。有過啊冇過？查一份，查兩份。冇過呢？啊，用班啊？冇過唔怕。喺盡量來好冇？來唱嗰啲發言啊同講片啊嚟。有發言啊！哎呦，老師發言。太子今日咧，鬼數嘅個感覺本嘅冇本係感動多，係有乜嘢？你上硬，專專方面冇講清講，所以每一句記錄了心啊，記錄這南米最過癮咩事？你米係冇法度，你說大家嘢冇錯有乜嘢？你先歌嘅非常非常嘅重要，你冇先按嘅歌出來唱。三國志最過癮嘅名嘢唱唔上去，表現什麼？表演對你咯非常非常大嘅一隻訊息。好，加油啊！係鼓勵下咪知嘛哈？加油！冇歌係啊咩？加油！好嘛？係咪走過來？好嘛？對啦哈！好，好來，我做休息啦哈。好嚟沙來。老朋友哦，在演上帶來熱友情。好啦，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演上嘅，希望今日好嘅成績，今日唱嘅四五條熱友情，加油哦！常年啊，地來呀，也有啊，情來喲，盤古開天呐，都已經呐。宋朝啊，左右啊，報文啊，真來喲，你盼用來呀，也盼應呐。你也呐，地來呀，也有啊，情來喲，恭喜最有。 啊，高談情啊！
人有啊，把酒拿，自拿哟。搞乱天下那不太平啊！啊，你这些。哎呦，帅哥美女，大家好。今日糖一條嘢有錢啊，糖呢度感覺衝嘅人太氣樣啊，做氣樣感覺啊，哦，都笑嘅。哎呀，眼神夠得蠻認真呢。哇！哎呀，之前係練那播啊那流行族的嘛，哈，跟着播傳統族來跨越這個。哎呀，係啊，很認真呢。傳統很難衝啊。傳統很難衝。咁耐，你歌謠班上課呢？不過吼，知道吼，頭擺流行組啊，流行組大家還有上啊，是大叔樣啊，來到傳統組啊變小鮮肉啊。一生氣哦，生氣，對啊，小鮮肉，啊，這流行組的真的，流行組大叔，歐巴，哎呀，一邊來到呀，真的，小鮮肉，唔加做到嘅真的看一輪真好上，哎呀，本來就沒看起來，啊，不能這，哎呀，弘揚雜種的病啊，哦，挑戰自己，啊，你哋談一下那個羅茵茵老師，好。好，站台講你好哈，你今日你係從日友情吼，就順便一件事情就係呢比賽先歌當重要，吼，就係你上班你從嘅時間吼任條冇買好吼，所以當打賞。咁講禮拜先咧小條歌，佢講實在係講比賽來講，你一日係只前好那分數嘅歌曲，你係你嘅主持人講到冇咁長吼，就係你一首歌曲呢在台戲當中，客家嘅台戲當中當為本人拿來講故事嘅時間用嘅歌詞吼，所以大家對你嘅旋律很熟悉。你今日唱嘅講實在可圈可點，咁講呢可能挺緊張吼，所以你係入歌嘅時間有點趕緊，好，所以就本人當緊張嘅感覺，我就會為你緊張了一下，很怕你爆衝。張燕啊，你來呀！韓國呢，應該上任呢，表現到當好唔錯，冇唔錯。唔過呢，你當場你係改，冇要去碰到動態。其實氣球吹很大很大的時候，有時候漂亮，但是也很恐怖，很怕會破掉。好，所以你係很容易上任改挑戰去做適當的彈性。好，不管係你係到時間你入歌館，你就聽愛唱，你係平板啊，好羅山歌，又係小條歌曲，你就聽愛記得上任台上任講，咁個就係運用好，好你就係你愛注意嘅事情。我相信會有很好嘅成績。好，什麼嘢？你睇下啦，嗬，而家冇判幾鬼啦。好，我唔是講全部。戲你全部標出來。哦，我講到冇判幾鬼。春橋嘅詞言啊，春橋嘅詞言。好，來看一下分數。好，咱欣賞嘅分數。欣賞唔係客家人哦。外甥啊，他說叫我出去唱，他說哦你唱夠了，你一直在哭。你想一想，我們客家歌這麼的好聽啊，你太太唱了以後，你竟然說她在哭，還是你太太唱的真的很像在哭。素子已經很可愛，而且跟花一樣這麼的漂亮啊！因為我就是賣花，所以就很花啊！不沒有吧？此花非彼花。來看一下分數。好，咱欣賞嘅分數。挑戰成功。什麼欣賞？恭喜，謝謝。哦，這條歌真的操得十分有味道，好聽。哎呀，繼續加油。好，我們的。好了，好，按姿勢做休息。
撒下来。林素莹带来3个字。来等啦。经过上百海鲜过后，评审先生讨论过后，继续本来通过多转来，专业不卡时间，要多多练习接驳的问题，要不要创3个字，希望要当顺利的过关。水云记你好，哎呀，哎呀，水云记哈，你先生唔系客家人啊？不是外省人。外省人。哦，所以难怪唐讲你练唱歌的时间给唐唔识，唐某啊，他听下录音做出来。公东明年提路卡给我子。没有，他说叫我出去唱。出去唱哦。出去唱，他说，哦，你唱够了没？你一直在哭。一直在哭。我到底对你有什么不好？你有什么不满的？你为什么每天都在给我哭？对啊，你哭。你先生都贵姓啊？我姓王。王先生。对对对。哎呀，您太不够意思了哈！我们客家歌这么的好听啊，你太太唱了以后，你竟然说她在哭，真的？还是你太太唱的真的很像在哭？还还你直接贴练永情兔子啊？没有啊，永情兔子，自古啊难懂。这个有哭啦，这个真的会哭哈。没有，因为以前是唱那个流行歌啦，有没有？像邓丽君的那老歌啦。哎呦，邓丽君，哦，来甜蜜蜜来。对，后来有朋友叫我一学就学唱山歌。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没有了。好，这是结束了。真不过瘾，实在是。接下来谈下梁芬宝先生讲评咯，有请梁先生。哦，我哋水印小吉哈，聽從你3個字噶哈，在提行嘅時哈，佢可以上嘅味素哈，你轉染嘅味素哈，你轉調腳嚟啦哈，轉到調腳3個字哈，你
按照個拍嘅嗬，慢慢越撲出來，因為一下子啊轉過去，轉過去嗬，你感覺當衝出啊嘢，個已經轉到上，我闖出來嘅講就冇闖到啊嘢嗬。開創了山來過啊，超開了來山啊。喺度最尾嘅啲味素，因為強壯嗬，個無人糖嘅味素一下，都想感覺是當唔足啊，嘢就冇水飽就係講當健壯咁嘅感覺啦嗬，所以入邊轉移了氣嗬，不過先知係兩百年嗬，轉移加油仔個加油喎。從本一路公個唐公個，你喺床上個只要進步了，咪想教養你嚇。唔係從嗰啲叫你哦，係啊，公平講睇咗看本書嘛。好，林素妍嘅本書。好嚟。恭喜你過關啊！來，回座休息。好，撒下來。請數字人帶來平板。其實我係好多人加本客家人做尋求，我也動認真苦練，希望禮拜做得順利過關。帅哥、美女你好，还有评审老师好。好，分数交出去了。唔是巴結，係啊。素子你很可愛。很可愛哦，真的嗎？超可愛的，真的，謝謝。而且跟花一樣這麼的漂亮啊！因為我就是賣花。哦，所以賣花姑娘。對啊，所以就很花。啊，不沒有吧？此花會比花，此花會比花。對。啊，你在哪裡賣花啊？新竹假日花市。哦，新竹假日花市啊。嗯。就禮拜天6日。那你今天怎麼辦？請人代班。哦，還有人手。可是如果星期天我就慘了。慘咯？為什麼要咯？如果來錄影的話。不知道幾點才能回家哦，所以那一天就要犧牲，哦，就沒有辦法來了，是不是？還是沒有？就生意不做，還是要來。如果有機會的話，對，味道安尼客家文化，對嘛？因為冇做生意唔怕啦，對嘛？摩擦啦，哦。感恩你真的當買圍台呢？哎呀，很替我們客家爭光哎。唔係，今日有過關的方，我都關於這種搶購呢，哈，因為我對一方面我咪動有興趣，我啲我看到種地有個小盆栽，種地啦，哎呀，我講到我插花哦。哎呦，
插花，我不要去拈花就好了。插花。来，唐一下呢？江妍仪老师哈，请小吉哈，左边这一张客家嘅新曲啊，做得将咧客家话讲到一流里哈，阿慢的强啊，韩国唱出来平板山歌，弹起来也一自然呢，也不错诶。给上韵呢，个音量是很好的啦哈，音量是很好的。不过呢，我想那系要将咧平板唱歌更加好，像拍子啊要够长的。相信因为好赖唔拉长所以那种你因为这个不够长啊，是会感觉到不爱感觉到你紧张有时候是身体呢好紧张，唔拉轻松的时间，你也其实咧这个就是这个音符啊是会唔拉长哎用音。韩国从带韵的为首低音的地方啊，反而很你好不稳定的地方所以慢慢从一按用音慢慢的引动还是可以比较好的所以今天呢不再摩多按的细步步的为首来挑剔你的我想你按走得很好的基础。谢谢，我真的很紧张。对，那所以过的几率高不高？我认为应该给他很好的机会。哎呦，好，谢谢，也希望好，希望你的分数能够像你卖的花一样那么绽放，好不好？好，来看陈淑子的分数。不错，这个分数含苞待放。我闽南人可以这样，我很高兴了。哎呦，厉害！哎呀，继续加油，再继续加油了，好不好？好，恭喜素环珍小姐啊！谢谢。好啦，谢谢啦啊！我今日有6位参赛朋友全部冲提来，今日唔会查哦，有5位过关。我相信当到好唱歌的朋友希望也就积极来报名，好吗？报名专线0919388398，还有纯正天发0227778231。等下都要报名哈！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以外呢，还没有多谢辛苦的评审席长，谢谢。安子飞，谢谢我们小跳，谢谢老师们，谢谢安子飞哈。同时，大家冇唔記得咯，下禮拜同一個時間嘅時間呢，牛年大擂台，牛年中卡來，再見，拜拜。卡條神叉要幾神秘 ，Andy 卡條飯菜要幾熱跳，幾大條熱腸要幾馬街，有幾福建冇幾書記，要幾書記，書記，誰來誰去交朋友是很也容易，不用表淡眼淚也總是種自我肯定。杨柳站，你總要嘅小姐，只發送演繹下面好嘅心情。就按用來了來，來了來，就按用食材先起，就按用來了來，來了來，上東北亞，樂此不疲，就按用來了來，來了來。就按用有拉薩比，就按用來了來，來了來，來了來，是給今夜來了來的 Andy 傳達。
感情，入泪入耳眼里表达心情，生来生去给阿妹是混给欢喜，来来来的我们天下无敌。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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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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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哭来哭去 ，N D V O I P， 吃到饱大到爽，是 All you can get。一日之外无价，记得阮是厝边，小心你 N 系兄弟 ，We are family。手牵用来来来来来来，手牵用，食材神奇，手牵用来来来来来来，山东文雅，乐此不疲，手牵用来来来来来来，手牵用，又拉撒皮，手牵用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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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给情人。手牵用来来来来来来，手牵用，食材神奇，手牵用来来来。